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係馬中寶，歡迎收睇呢一集與馬同伴賽後重點分享。本集內容純屬個人觀點及分享，並不構成任何建議。喜歡我頻道嘅朋友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。2025年12月20號11場田草 C+3 跑道，場地掛牌為好地，想分享下。場次275 5班1004米，5號馬銳一，孭133磅，一檔起步，成條直路望空唔到，麥道朗2.9倍大葉，捧場客只嘆奈何。呢場賽績不能作準。場次277 4班1002米，4號馬會當凌，孭130磅，5檔起步，快閘前至最後50，趕過超4班嘅威力非凡，加入備忘馬名單。場次279 4班1006米，12號馬君達德，孭120磅，3檔起步，前至同一世美麗直路鬥足300，輸頭位，加入備忘馬名單。好啦，我馬中寶繼續透過賽事影片揾備忘馬俾大家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，下次見。